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读以赛亚书第10章5到23节。10章20节这样说：当劫后余生的以色列人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再也不依赖那几乎把他们毁灭的国家，他们要真正的信靠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哇，今天的经文跟昨天完全不一样，可以说是逆转胜。神兴起了亚述降灾来惩罚犹大，使犹大他们虽然领受这么大的苦难，但是他们今天的经文已经来到了，竟然亚述他被神所给处理掉。我们看到神原来是惩罚给犹大，是要透过兴起这个亚述，要来教训这个犹大国，其实只是要来教训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回转，让他们知道痛，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依靠的是上帝。而亚述呢，他却不知道，他以为刚开始他是可以来成为大国的。他原来以为他是可以成为中东的霸主，觉得耶路撒冷不算什么，我可以把它给消灭。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把耶路撒冷消灭，神只是兴起亚述要来惩罚他一下而已。但亚述却骄傲了，于是主说：我必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骄傲眼目的荣耀。亚述很高傲，觉得这个列国的地界是他可以来挪移，他认为自己很有能力、智慧、聪明，但最终神消灭了他。神却给他的子民是一个机会，神却对他的子民列国不同于亚述，他让亚述竟然在亚哈斯当政的期间亡国，也就是再一次要说怎样亚述不是神的对手，因为神必要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这个瘦弱，在神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来，如同焚烧一样。火和焚烧出现了7次，神就像火一把一样，要把亚述的一切都烧掉。但神却要让他所爱的以色列人民回转之后，可以劫后余生，而且他们再次确认他们要信靠这位真正爱他们的上主。我们呢？我们要信靠谁？现在最大的国吗？亚述就是那时候最大的国，但神却是这么巧妙，这么有能力的，可以使他所爱的逆转胜。我们不靠神，我们不依靠神，我们还要靠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掌管历史的上主，我要信靠你。不论世上政治局势如何翻腾，国家政权如何的变化，你都是我的主。我们只有行在主你的旨意中，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上帝掌权的那个盼望跟喜乐，因为我们的主使我们可以逆转胜，我们就信靠我们的主就对了。我们明天见。